讲好了。你做的。什么？你早就打算买通莫仔平息议论，你根本就是在转移注意力，拖延时间。你怕我破坏你的计划，你骗我。在你眼里，我有这么大能力？你还装？办法是新南想的，人也是他们接触的。我早就料到他们会动手，但我没想过他们会这么做。不过我这么说你也不会信吧？对，我不信。如果你早就料到，干嘛想方设法的讨好我？想息事宁人，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。所以包括你陪我见客户，帮我写方案呗。强词夺理，卑鄙！他说的是实话。西南有专业的律师团队，这件事情闹大了，就算上了法庭，他们一样可以拖个1年、2年，甚至是5年。那些职员呢？他们拖不起也等不了。林沃，这件事情背后远比你想象的更复杂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家林沃不像我们在泥里打过滚，他的这点单纯，你能理解哦。西南表态，大威他们肯定要走人。接下来怎么办？你想好了？找媒体，找劳动仲裁，我把能找的地方都找一遍。也许你们说的是对的，我还不相信有理就没地方说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对大威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遣散费啊！既然离开已经是事实，那么你能做的就是帮他们争取更高的赔偿金，这对他们来说才是实实在在的好处。不要做无谓的牺牲。你的口头曝光，除了能把自己推上风口浪尖，真的没有任何意义。可我现在还有什么筹码去谈判呀？我有一条路，或许能帮你。这是什么？西南的零件。之前看财务报表的时候，我发现有几笔账对不上，销售记录用别的方式含糊了过去，很细微，一般人发现不了。那天在厂里货箱被打翻的时候，有几个零件掉在了我脚边。我仔细观察了经理的表情，很紧张，甚至想用身体去挡住我的视线，所以我怀疑那箱货很可能有问题。所以你就偷偷留了一个。我已经拿去检查了，这个是残次品。我怀疑新南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，但他们又不想影响股票的发行，所以他们打算卖掉残次品去补窟窿。裁人也是为了节省开支，只不过没想到越闹越大。所以，你想让我们把消息泄露出去，让事态自然发酵，这样西南为了灭火，自然会给大威他们满意的赔偿金。没错。老山，我真是越来越欣赏你了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不是帮你们，是帮我自己。西南的项目转到了孙总手里。你想要把这个项目弄黄，当做是给万家河的礼物，借机讨好上位。看来我没白让你帮我查万家河的资料。可爆出来，西南的股票没有办法如期发行，摩天不做生意了。西南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，孙离这几天很快就会发现，摩天也肯定会放弃这个项目，早比晚好。所以你需要一个人帮你把零件交到质检局，你把这个交给林沃，这样你就可以置身事外，免得引火烧身。差不多。你利用我？开诚布公，顶多算合作。不过提醒你啊，新南那边肯定会知道举报人是你，方达也会受牵连，甚至可能会遭到恶意的封杀。不过你现在可以选择退出，没有人会怪你。亲爱的，你想清楚，我可以帮你找人。这件事，我是最好的人选。要是被媒体先挖出来，我作为大威他们的代理人，出面也更加名正言顺。要是被新南先发现，他们也会有所顾忌，尽快给大威他们最好的补偿。聪明。你真想好了，我再考虑考虑。毕竟，买下方达也挺贵的，你的钱也不是自己打印出来的。